在现代社会，从小到大，我们经常被教育要为他人着想，关心别人，并在与人相处中尽力让他人感到满意和高兴。然而，取悦别人的行为真的能带来长久的快乐吗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个人意识的觉醒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，真正幸福的源泉并不是取悦他人，而是爱自己。爱自己是健康、自信和快乐生活的基石，甚至是我们能够给予他人爱与支持的前提。这篇文章将从心理学、社会学与哲学等多个角度，深入探讨为什么爱自己比取悦别人更重要，以及如何学会爱自己。一、心理学角度，爱自己是情绪稳定与幸福感的基础。一、取悦别人带来的心理代价。取悦他人是一种看似无害的行为，但如果长期陷入取悦模式，会对个人的心理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。心理学研究显示，取悦他人往往源于对被拒绝的恐惧以及对他人评价的过度关注。这种行为虽然可能暂时换来他人的赞美与肯定，但却会让个人承受过度的心理压力。例如，一个经常取悦他人的人，可能会牺牲自己的需求来迎合他人的期待，这会导致内心的不平衡感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产生自我否定的倾向。这种长期的内心矛盾容易诱发焦虑、抑郁等心理问题。尤其是当取悦行为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时，个体可能陷入深深的挫败感和无助感中。二、爱自己带来的心理韧性与幸福感。相较之下，爱自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，代表着自我接纳、自我肯定以及对个人价值的认同。心理学家罗杰斯 （Carl Rogers） 提出无条件积极关注的概念，这种关注不仅应该来自他人，也应该来自我们对自己的态度。爱自己意味着我们能够接纳自身的不完美，并以温柔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失败与缺陷。研究表明，当我们学会爱自己时，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更加稳定，幸福感也会显著提高。因为当我们从自身找到价值时，就不再需要过度依赖外界的肯定。这种内在力量能让我们面对挫折时更具韧性，也能更加专注于真正能为我们带来快乐的事情。二、社会学角度，健康的关系源于爱自己。一、取悦他人容易导致关系不平衡。取悦他人虽然可能暂时让人际关系显得和谐，但长期而言却可能导致关系的不对等。当一个人在关系中总是扮演取悦者的角色时，另一方往往会习惯于接受，而忽视了取悦者的需求。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容易引发矛盾，甚至让取悦者感到被利用或忽略。例如，在亲密关系中，如果一方总是压抑自己的情感来满足另一方的期待，这段关系最终可能失去真诚与互动的平衡。取悦者可能会逐渐感到疲惫，甚至对这段关系产生怨恨，从而导致关系的恶化。二、爱自己是建立健康关系的关键。真正健康的人际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与真诚沟通的基础上，而这需要每个人都能够爱自己，并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与界限。爱自己的人更懂得珍惜自己，并愿意在关系中表达真实的想法，而不是一味地迎合他人。此外，爱自己能让我们更有能力识别与他人的相处是否是真诚的。当我们懂得尊重自己时，也会吸引那些同样尊重我们的人，从而建立更加真诚与深厚的关系。三、爱自己让关系更具长久性。心理学家指出，当一段关系中双方都能坦然面对彼此的需求与界限时，这段关系才更具长久的基础。相比于取悦他人，爱自己的人更能在关系中保持独立性与真诚。这种态度能让彼此更加尊重对方，也能让关系更加稳定与健康。三、哲学角度，爱自己是人生意义的核心。一、取悦他人无法填补内在空虚。人生哲学中，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什么能让我们感到满足与幸福？许多人选择取悦他人，希望透过外界的认同来找到价值。然而，哲学家尼采 （Friedrich Nietzsche） 曾提出，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内在的实现，而非依赖外在的评价。取悦他人可能在短期内带来快乐，但这种快乐往往是肤浅且短暂的，无法填补内在的空虚感。二、爱自己让我们更接近真实的自我。爱自己是一种内省的过程，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需求与目标。
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：“认识你自己。”当我们学会爱自己时，我们会更专注于自己的内心，而不是一味追随外界的标准。这种自我觉察能让我们更接近真实的自我，并找到真正能让我们感到快乐的生活方式。3. 爱自己是自我实现的基础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，自我实现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，而爱自己正是迈向自我实现的重要一步。当我们爱自己时，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才能与潜力，并努力发展这些能力。这种积极的态度不仅能让我们实现个人的价值，也能让我们更有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。4. 实践如何开始爱自己。1. 认识与接纳自己。爱自己的第一步是了解自己的优点与缺点，并学会接纳那些无法改变的部分。我们可以透过写日记、自我对话等方式，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，并用温柔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不足。2. 学会设立界限。爱自己意味着不再让别人的需求凌驾于自己的需求之上。我们需要学会说不，并设立清晰的界限，保护自己的时间与情感。3. 投入对自己有意义的事物。爱自己的人懂得将时间与精力用在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上，而不是浪费在取悦不重要的人身上。我们应该专注于那些能带来内心满足的活动，如学习新技能、追求自己的兴趣或实现人生目标。4. 建立支持性的社交圈。爱自己并不代表孤立自己，而是需要建立一个能相互支持的社交圈。与那些尊重你、理解你的人交往，能让你更加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与重要性。结语：爱自己才能爱他人。爱自己并不是自私，而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。唯有懂得爱自己，我们才能拥有稳定的心理状态，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，并找到真正的幸福。取悦他人虽然可能短暂带来认同，但真正能让我们感到满足的，唯有来自内心的力量与价值感。让我们学会爱自己，因为这是通往幸福